信义区夜店台警察的案件，这个凶手之一易宝宏，去年被转到外夜监来服刑。这个当中竟然是有重大的备案，讲迄份要转到外夜监的评分表，这个易宝宏明明都有食毒的前科，但是红交无食毒、无毒品的前科，所以摕到满分。也就是讲，这份评分表有去互做手，但是承办人是4两半千金，讲是一时失觉差。即摆相关的失职的人员，拢已经互移送侦办。这个异性收容人有吸毒的记录，但是承办人把它勾5，造成分数的误差。评分表刚拍唔对去，将易宝宏送入外狱的监狱，了准无人知，严格说引发着严重的风波。台警察的凶手转赴外狱的监狱，法务部长蔡清祥下令清查，将省外狱监狱平反的资料展开来看，发现易宝宏伫去年4月、7月、甲10月3度提出申请，当时拢互拍倒转来，想要到去年正月向来通过，5大评分的分数阁摕到满分。其中再犯风险迄撮，易宝宏明明就有毒品的前科，严格说伫毒品的记录上红交无，等于是前科消失。以总积分满分100分来讲，行动是保送转赴武陵的外狱监狱。承办人员讲，是真轻松，是一时的疏忽。严格易宝宏申请3摆，拢互拍倒转来，同款的代志做3摆，也佫会出错。当初制度的设计，一个承办人敢若负责一项评分的审查，都是为着避免差错。有发现有公文书登载不实的情形这个部分那矫正署也函请廉政署去针对这个登载文书不实的部分来查处。矫正署针对承办人参负责通证总表的主管做出行政的处分，警方嘛以渎职罪将承办人移送廉政署。台东该地所长参改副科长去互检察官通知10万块交保调离现职，无排除有其他高层的官员牵涉到备案。Hello， 我是冯维之，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